软硬实力皆不输人。所谓强国，大概如此了。先生高论，我大圣就缺你这样的青年才俊，而不是那些迂腐的老顽固。陛下谬赞了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很多也是智理，陛下切不可一味否定啊。先生贵姓？在下沈不言。我大圣正空缺丞相之位，不如就由你来做吧。陛下，这太草率了吧？草率什么？朕就是如此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再说，你比那李庸不知道好多少倍。朕就要你。陛下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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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朕意已决，你再推辞，那就是抗旨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为商国所做的一切，竟抵不过他的三言两语。我所坚守的一切，究竟还有什么意义？